見到望夫石，大家可能會諗起夫妻別離嘅悲慘故事，母子每日上山盼望丈夫歸來嘅傳說。今集我哋會從地理角度出發，嚟到望夫石，了解水喺形成風化同埋侵蝕地貌上面嘅角色。風化係將岩石原地崩解同分解嘅過程。香港夏季炎熱潮濕，水沿住節理將岩石分解成為沙粒或者黏土，其後俾雨水帶走，剩翻低岩石未被風化嘅核心部分，亦都即係我哋今日見到嘅望夫石。呢度嘅年雨量超過2000毫米，加上附近一帶係以富節理嘅花崗岩為主，有利化學風化。其實喺屯門區嘅菠蘿山，我哋揾到更大規模嘅突岩，就喺呢一度，我哋會更加清楚睇到水嘅威力。雨水侵蝕形成嘅劣地，令呢度有香港大峽谷之稱，景觀令人嘆為觀止。雨水沿住裂縫進行侵蝕，形成細溝。當顆粒繼續被移除，細溝變得更深、更闊，形成沖溝。廣泛嘅沖溝形成劣地。可能你會問，香港有唔少山脈係以花崗岩為主，年雨量亦都高，點解呢度岩石侵蝕速度普遍比其他地區快呢？喺地質史上，呢度嘅岩石曾經受過斷層嘅影響，岩石受過擠壓、變質，我哋稱之為片理化。岩石強度降低，裂隙亦都增加咗，加速風化。喺夏季暴雨嚟臨嘅時候，呢度陡峭嘅地勢就加速侵蝕，形成今日咁特殊嘅景觀。我哋都中意晴天，討厭下雨天。雨為我哋帶嚟唔少麻煩，但係雨水對我哋香港社會、氣候、生物等等都非常重要。雨水係我哋生活所需，自然景觀入邊亦都反映到水嘅重要性。天下之自由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道德經呢度所講嘅就係水，有水先有今日特別嘅香港，自由至堅集於一地。地理活生生影響我哋每一個人，地球每一個角落。下次再見。